八子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？后，米八子有喜了。有了，都给您备好了，请稍等。好。白菜，新鲜的大白菜。益母草和连翘是最好的，这次的川贝母是松贝。好。谢谢啊。看一看。多谢。谢谢。慢走。姑姑，你，姑姑别来无恙。黄公子，不错，你没死啊？九死一生。大家都以为你死了。芈月进了宫，被大王封了八子。我知道。那此时，你在这咸阳城里做什么？孤魂野鬼，隐姓埋名。想必你一定是受了很多苦。你和芈月真是命途多舛呐！姑姑，你若真的是怜惜我们，就帮我送封书信给月儿吧。我想让她知道，黄歇并没有死。好吧。也真是的，这么热的天，看着这些毛皮就烦心。后宫这些琐事也是大事，首饰衣料都要公平赏给各宫妃子，多了少了，好了坏了，都可能辜负了大王的美意。我叫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如何赏赐才好。是大王和王后的赏赐，凭谁还敢争不成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分到嫔妃们手中，都是带着斤两的。后宫女人闲极无聊，颠来颠去，就是在比较这分量。稍有差池，是非无穷。那王后说该怎样？先点点数目吧。素纱5匹，这素纱是由纤细如游丝的蚕丝织成，质地清透，如云如雾。可惜只有5匹，绫纹仅12匹。别看这绫纹不起眼，制作起来却很花功夫的。举纹锦24匹，皱纱16匹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哎呀，最近几日，芈八子往王后这儿跑的可真勤呢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姐姐，这是在忙什么呢？夏至到了，大王赏了些东西给后宫众人。芈月妹妹素来聪明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替王后分忧。大王还赏了些毛皮，我让人拿了些样子来，有狐皮、貂皮、狼皮、猞猁皮，数量不少。你们看是按人头分，还是按位分分好？就按人头分吧，省心省力。按位分好，免得乱了尊卑。依我看，数量多的就按人头分，数量少的就按位分排。那就照芈月的法子吧。哟，妹妹怎么了？这皮子味好重。芈月妹妹这身子可真金贵啊！王后在这忙活这么久，都没嫌味儿重，你这刚一来就受不住了。八子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？月妹妹，快坐下歇息。
这几天热得厉害，别是中暑了。喝口水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突然觉得恶心。珍珠，去太医院叫太医。是，天气这么热，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太医，八子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。禀告王后，芈八子有喜了。你说芈月有了身孕？是的，王后。恭喜芈八子。恭喜八子。八子，香儿，多加点冰块。八子怕热，然后再去膳房让他们熬点小米粥，那东西养胃。是。慧儿，再去拿个厚的软和的褥子过来。是。大热天的，弄那么一个厚褥子干嘛？傻丫头，你是不怕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怕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坐着别动。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突然都把我看成面人了？一捏就碎啊！从此你在寡人眼中胜过金枝玉叶，捧着怕摔了，攥着怕化了。木见到宣师殿禀报这个消息，寡人真是欢喜。这孩子来的意外？为何意外？寡人等他已经等了许久了。丫头，你的心比谁都野。寡人一直担心这宫中装不下，如今你有了孩子，你就会收心了，对吗？过去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如今有了这孩子，我的命就是这孩子的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你和孩子的命都是寡人的，给寡人生个男孩，寡人要带着他驰骋四方，征战沙场。臣妾却只愿少司命保佑他一生平安，无争无忧。你们楚人的少司命真的那么灵光吗？臣妾出生时，若非少司命庇佑，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好。大王，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芈八子有了身孕，寡人打算把八子的保胎安胎之事交给你们两人。李密，你主管诊脉下药，医治亲自调理芈月的饮食。你们要细心打理，切不可有任何差池。是。是。慧儿，你看，哪来的黄雀啊？永香令让我拿来的，说是大王赏的。八子现在有身孕了，不能外出，怕它闷得慌，让两只小鸟陪陪它。把鸟拿来。我从小喜欢打鸟，但从来没有把鸟关进笼子里。把它们挂在屋檐下吧，让它们日日给你和孩子唱歌。关在笼子里，本就是他们不情愿的，鸣叫又怎能动听？姑姑，你都做了大半日的针线了，也该歇歇眼睛了。姑姑这一辈子都是给小孩子做衣服，在举姬身边的时候，先是你，后是蓉儿，再后来举姬去了，就是小冉。眼看你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我又开始给你们的孩子做衣裳了。姑姑，
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姑姑能给你的孩子做衣裳，心里高兴。月儿也要有自己的骨肉了。要是你娘亲跟举姬能看到，该有多好啊！娘亲和举姬定想不到，我会有一日嫁到这秦宫来。以你小时候的野性子看，无论是嫁到哪个后宫，都是管束不住你的。可如今，我就跟那黄鸟一样，关进笼子，想飞也飞不出去了。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智姑姑，八子该喝安胎药了。智姑姑，大王让你到会院来照顾我，辛苦你了。只要你好，你腹中的胎儿好，我再辛苦都不算什么。女医治是看着你出生的人，如今又要看着你的孩子出生了，也是缘分。智姑姑，听你说起过你的独子金儿这2年到咸阳来做生意了，如今也该娶亲了吧？金儿去年娶的亲，眼下媳妇有了身孕，我也是要做祖母的人了。智姑姑好福气，